对亲爱兄弟，大家平安，新年恭喜，新年快乐，搁一摆，搁一摆，新年恭喜，新年快乐，真欢喜会当伫即个中间，甲咱做伙来纪念伫咱过去传统文化中间的过年过节伫即个中间真趣味，咱在过新年。旧历年，甲以色列百姓因在过搬过节，其实有真侪真相像的所在。伫即两个部分，虽然是无共款的文化、无共款的种族、语言，以及无共款的所在，但是咱若看到以色列百姓，伊伫搬过节的中间，因拢会食到，因会食啥？会出一只羊仔，这图可能是有较细吼。出着一个羊仔，然后大家伫遐咧食苦菜，但是伫咱的华人的中间，咱若过年的时，嘛会食一个叫做常年菜，常年菜甜啊，咸的，苦的，足奇怪。当然我无真正足了解讲这啥物意思。敢有人知影啥拢要食苦菜？苦尽甘来。其实可能伫迄个中间，代表伫过去一年的中间，咱所受的苦伫迄个中间在纪念。然后若是搬过节，以色列因的搬过节，因会伫因的门厅顶悬来抹什么花？羊仔花，抹迄个茎抹迄个羊仔花，然后抹了，因就会当伫迄个中间得到平安。若是华人呢？华人会伫门的顶悬做啥物货？春联。也真欢喜，咱后壁有真侪春联。检菜无亲像恁兜的门遮尔长遮尔宽，但是咱的活组团体甲一寡囡仔伫迄个中间咧写，所以等一下遐有真侪春联。迄个我看顶悬有写足侪。搁写新的吼，今仔日来是看到民间手全包起来，可能伊写甲手着伤，所以大家去甲旁听一下吼。边仔吼，搁有一个碗，你若愿意奉献吼，加减奉献吼。迄个春联内底吼，写的搁真侪无共款的，有的是真俏皮的，有的是真古锥的，有的是字写了实在是真水，有的伊会当用。水彩笔来写，会当写甲遮好。我想迄个春联，等下咱大家加减去甲看一下。然后伫门的边仔会去搭迄个春联。我想这甲以色列百姓因伫搬过节中间，因的门厅、门框吼，甲门楣顶悬遐，因会抹迄个羊仔花，实在是有诚像。搬过节要搬过啥？要搬过天使。要杀所有一切头生的，包括精生。若是华人的过年，伊所要闪避的是啥物？是要食人的年，有一个年兽叫做年。然后伫搬过节内底，拢是用无价的，爱食无价饼。若是华人的过年，咸菜就是爱除旧布新，爱甲遐旧的物件扫扫除。我想这是真特别的，搁有华人食的是年糕吼，但是我无介了解，因为我会记去食到迄个年糕，迄个年糕毋是叫做发粿吗？甜粿，毋是发粿吗？毋是讲要年年高升吗？有可能吼，无共款，因为我所知影的是，细汉是拢叫做爱食迄个发粿，然后年年高升。有诶食甜粿，甜粿爱放互生菇。恁毋安尼啊？一定爱放甲生菇，放甲生菇较会当去甲边仔甲撩起来安尼。阮弟弟太太因兜迄边就是拢安尼，所有的甜粿无放甲生菇拢袂当食。我毋知影为什么，我毋知影是安怎。总是我知影，包红包是一定爱，领红包是一定爱。你有在过年吗？
敢有？你有在过年吗？伫过年的中间，有可能伫遐会讲起一个家族的故事。伫过年的中间，会重新去看到咱的是大人，就是咱的细汉囡仔。伫过年时，咱的家族重新去讲起过去的故事，甚至是会听到阿公阿嬷伫遐咧讲故。我想有真侪时伫迄个中间过年，互人重新去思想我对对人。过年，互咱有机会甲咱的囡仔、孙仔讲起咱过去的故事甲经验。过年，互咱有机会伫迄个中间，搁去看到咱的亲人。无论一年的中间偌无闲，尽量伫过年的中间，大家会当做伙。然后过年的时，会当重新去算小迄个问题，过去安怎，现在安怎？我想过年，假使用即种的角度来看，会当互人来看见过年其实有真侪值得孝念，搁互咱的囡仔、孙仔、逝世伫迄个中间来感谢的事。我想真侪时，就是因为真侪人对过年有真好的印象。当然，对囡仔来讲，上大的印象是啥物？领红包，算红包，迄就是囡仔过年上解欢喜的。但是咱教会也真特别，咱伫加拿大今年要过年进前，有真侪伫保全的中间伫遐咧写即个物件。包括对阮兜共款，阮嘛是第一摆咧写春联，以前从来毋捌，因为台湾买春联真方便啦。你不管是你要圣经节的，还是你要一般的，你要金的，你要乌的，你要红纸的，啥物款的，你拢会当伫册房内底买会着。但是伫迄个中间三角来写的时，迄款的感觉就是将咱所有的传统，通过咱的活动，一摆搁一摆，一厝搁一厝，一年搁一年，咧用咱的囡仔来讲迄个故事。伫拜六咱的活动，拜五咱的活动中间，也有人将听讲几十年毋捌刻出来的面搁新的搁甲挖出来，刻出来写。检采伫迄个中间，有人是第一摆刻毛笔，检采伫迄个中间是第一摆甲亲人朋友三角伫迄个活动的中间来体会什么会叫做过年。我想真侪时人拢是安尼，一个人过年实在是无够伴，若真侪人过年感受就无够，若一个人写无够，边仔搁爱有一个感动的。你看即个嘛是咧感动，你有看到后壁迄个？嘛是咧感动。过即张就搁无共啊，这后壁减一个人哦，伊转比起迄落厨房内底写。我想真侪时，咱拢伫遮个活动的中间，重新咧孝念咱过去所行过的日子，祝福，也是春教，也是福教，也是祝寿平安。真侪的字眼，互咱伫迄个中间重新去感受着讲，上帝啊，我真正知影你伫对，我真正知影你伫我上界艰苦的中间，你甲我三人行。我想有真侪人伫迄个中间是用即种的心情来看待，总是嘛有人是真欢喜伫迄个中间来面对新的一年。有真侪时，咱的心情就是亲像安尼。其实不管伫过去的一年的中间发生甚物款，咱欢喜无欢喜，目屎还是伫遐忧伤，总是伫面对新的一年时，咱就是爱提醒咱家己，爱抬起头，准备新的一年，新的未来，好歹拢爱向头前来行。今仔日我用向上帝献祭，其实即个物件来做一个题目。这是因为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内底，咱知影以色列百姓要出埃及，
并无简单。当因要出埃及的时，因所拄着的是甚物？因所拄着的是法老王埃及。伫迄个中间，知影因所要做的，所以加担因的工作。因叫伊去做庄，但是无要互伊吵，叫伊爱家己去捡。伊袂当互伊歇困，然后感觉讲啊，因会当安尼吵，就是因为因无够努力，受过贫惰，所以要用搁较重的责任，搁较重的工程，要交互以色列百姓来做。互你忝甲无用伫遐来埋怨，但是就是因为安尼，所以上帝伫迄个中间，摩西讲，你着爱去带以色列百姓出来，然后到旷野，阮的上帝来献祭。所以伫迄个中间，献祭变做是以色列百姓要出埃及一个真大、真重要的理由。伊毋是甲法老王讲，阮爱自由。伊毋是甲法老王讲，阮无要搁做遮个工课，伊是甲法老王讲，准阮出去，会当阮的上帝，阮列祖的上帝来献祭。亲爱的兄弟，咱检查的拢认为讲，以色列百姓要离开埃及，就是因为因受苦痛。但是因离开埃及上主要的目的，毋是干那离开埃及尔，因有一个更较大的目的，就是。要向上帝来献祭，因为伫新的一代以色列百姓中间，已经袂记起家己是啥物人，因袂记起因对来，因袂记起因是伫啥物款的所在来经历过上帝的恩典，因袂记起因是安怎来到伫埃及，因袂记起带领因来埃及，互因会当有丰富生活性命的是对一个上帝，因为已经享受的中间，拢总袂记起。因所有的只有享乐了后，转受法老王糟蹋，伫迄个中间才重新想起来，原来阮还阁有一个耶和华上帝，阮要来求救伊。当以色列百姓，伊的目睭前敢若剩苦难、重担、困难无法度搬过的时，才重新阁一摆来想起我的上帝伫倒咧。我想这就是伫咱生活顶悬。伫咱受过富裕、受过好势、受过爽快的情形的下底，咱会袂记起上帝的恩典。这嘛是咱伫过年的中间，重新需要来提醒咱家己，而且伫新的年的中间，爱重新来找到咱要向头前行的开路。咱每一个人拢无共款，有无共的背景，无共的国籍。咱使用无共款的语言，虽然咱拢对台湾来，但是事实上，咱敢若伫语言顶悬咧使用，就已经几啊种拢无共款。咱有无共款的习惯，无共款的背景，甚至伫咱济无共年龄层的中间，有无共款的观念甲习惯。我想伫迄个中间，拢增加一个团体伫迄个中间，到底要找到咱的方向到底是啥？所以，咱每一个人拢亲像即个圈圈共款，拢面对无共款的方向。一个团体无法度找到共同的方向，互咱无法度找到一个方向来头前来行。我想，这不只是伫咱来到加拿大会所拄着，这含包括伫台湾有真济对台湾的前途有真济意思的表达的。有诶认为讲，着爱统一；有诶认为讲，着爱独立；有诶认为讲，着爱保持现状。伫真台湾所关心真济议题内底，也有对着年金咧检讨。真分公告诶年金了后，真搁咧来想劳保劳退诶基金，要安怎伫迄个中间来处理？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诶意见，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诶想法。每一个人拢伫迄个中间有无共款的利益，然后有无共款的损失。但是伫迄个中间，要安怎找到共一条路，互咱有机会头前来行，会当找到一个方向，互咱会当做伙向前行。我想伫迄个中间，就成做一个团体内底真重要的议题。那是伫咱的，
伫咱的背景的中间，咱每一个人拢无共款的背景，来到加拿大有无共款的方法，移民所办的也无共款的方式，然后受到无共款的教育。虽然咱讲咱敬拜同一个上帝，咱有同一份信仰，但是咱对真济物件的处理真济无共。有诶是包括着教制，伫教会运作的顶悬，用甚物款的办法来运作？我想这拢是伫咱的中间一个真大的挑战。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内底，当法老知影这以色列百姓因想要出来紧，所以伊是加添搁较大的重担伫因的心上，要阻挡因来出来紧。伊无爱因离开，因上好就是伫遐乱做伙，然后互法老这边会当来掠掉伊。所以因用无照顾用草互因做针，要叫因家己去捡草，要叫因交出针仔的时，搁爱负责想办法家己去找草，互这阵团体是哪来哪落。我想，当法老安尼做落的时，一定有真侪声伫遐咧讲，咱太着安尼。本来无去甲法老吵，讲要出埃及，逐个日子还阁有当过，要做庄仔，阁有草仔人用。一声吵落了，讲要出埃及，含要做庄仔的草仔都无啊。所以着搁爱家己去捡，咱的担愈重啊。我想伫即阵人的内底，一定有无共款的声伫迄个中间的埋怨。到底出埃及这条路到底是对还是毋对？到底即个工课到底是对做还是无要做？到底即个耶和华上帝摩西所讲的话，到底是毋是咱今仔日伫遮所要尊叹的？或是伊是毋是咱列祖阿伯拉罕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以撒的上帝？今仔日当咱伫面对一个困难、面对一个挑战、面对一个方向要行的时，咱所拄到的阻挡会搁较侪，因为要起步真困难。但是只有一项物件要帮助咱伫迄个所在，伫无共款教制、无共款国籍、无共款语言、背景、习惯，甚至是观念无共的中间，咱有机会继续向前，就是因为咱做伙要学一项物件。咱要咱的上帝来献祭。今仔日咱毋是要照咱家己的方式来行咱所要行的路。今仔日咱毋是要用咱家己的办法来成做所有人的办法。今仔日咱毋是要来说服另外一个人，你着要服我，用我的方式来行，拢毋是。今仔日伫咱所读的经章内底，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一个上界重要的任务，就是上帝献祭。今仔日这嘛应该是咱教会的方向，上帝来献祭，然后用咱无共款的国籍、无共款的教制、无共款的语言、无共款的习惯、无共款的背景，咱三甲参与伫上帝献祭的行列的中间。所以咱的面、咱的方向、咱所要做的，会共款面对一个方向，迄个方向就是上帝献祭。我将我所有的刻出来，摆咧伫上帝的面前。你将你会当做的摆咧伫上帝的面前。今仔日咱所计较的，毋是你好我歹，也是我好你歹。今仔日咱所计较的，毋是你高我含慢，也是我较大你较细。今仔日咱计较的是，咱有啥物物件会当刻出来，三角伫即个中间，互相鼓励。要上帝来献祭，献祭的意思毋是将你无的刻出来，献祭的意思就是迄个小块的物件，你摆咧伫上帝面前，上帝悠然感动。无论你是有能力来负担一只牛，还是你会当负责一只羊羔，甚至你的财力只会当负担一只钱仔分鸟，拢袂要紧。甚至你逐项拢无，你存一个忧伤痛悔的心，要来到伫上帝面前，求讲上帝啊！今仔日我你坦白，我逐项拢无，
我存一个受伤的心，求你感纳，愿你感纳。我想伫即款的情形的下底，上帝拢要听咱的祈祷。今仔日咱所要摆列的是啥？咱所要摆列的是，咱要三角一个方向，三角来献祭，将咱所有的摆列伫上帝面前。所以今仔日你会当看到遐个春联，检菜写出来，你会当甲拍分数讲，哇，即个写了袂歹。检菜你嘛会当伫迄个中间讲，即个手得错。检菜你嘛会当伫遐看讲，哇，这是咧画符啊哟，咧画猪仔的。检菜你会当伫迄个中间来看讲，哇，即个物件做了袂歹，即个物件做了无好。但是今仔日咱伫即个中间所要计较的，咱毋是要计较一个圆满、完美的春联，咱嘛毋是要献上一个完美的献祭，咱是要摆列咱所有的物件伫上帝面前，无论即个字写了好还是歹，咱伫迄个中间欢喜做伙来经历，这就是咱过年的方式，这就是咱伫遮孝念咱伫遮要过年的所在。亲爱的兄弟，今仔日春联你若要完美，用电脑印上水，没有庆下。但是今仔日有真侪人还阁犹原愿意摕去将来毋捌刻过的毛笔来写即个字，所代表的就是我将我所有的摆列伫上帝面前，伫人的面前。我犹原伫迄个欠缺中间来付出我的心肝。亲爱的兄弟，当只有写一句春联的时，看起来敢若无啥。但是当咱每一个人拢将所写的字、所写的物件，无论好歹，拢总摆起来时，你会发现，迄个感觉足甜蜜。写春联毋是咧比赛，伫教会中间的服侍嘛毋是咧比赛。写春联是甲咱的兄弟姊妹三角来经历，这是咱的年。伫教会中间的服侍。是上帝讲，上帝啊，你收事，我回应。我无法度人来讲起，我会当将上好、上水、上完美的物件来摆咧伫人甲上帝面前。但是独独敢来当讲，主啊，我愿意。假使你若肯用我，愿咱伫即个年的中间，是互相真做帮赞，真做夫妻。毋是伫迄个中间用好歹、对毋对来互相批评。今仔日咱所有的拿来拿少，咱保守咱中间的每一份子。今仔日会当写春联，佮愿意写春联的人，也拿来拿少，甚至有人是一世人第一摆写。但是用遮的物件来成做咱过年的纪念。将即个故事，欢喜的故事，继续咱甲咱的后一代来讲即个故事，咱三个来祈祷。听阮的天父，阮伫你的面前，搁一摆摆咧阮的感谢，因为阮知阮的无够也甲欠过，阮也知影，阮无法度靠阮的手来负责啥物款的事，阮更加清楚。阮实在是有限，至到阮愿意立志服侍你，总是阮向软弱做袂到。主啊，总是伫即个中间，阮犹原献上阮的感谢。你互阮成做一个台湾人，你互阮来到伫加拿大，你互阮伫加拿大中间犹原照着阮台湾人的习惯，甲阮的礼，甲阮的囡仔。阮的兄弟姊妹，三甲过年，三甲伫礼拜中间提起你的问题。主，阮的教会伫遮已经10年有春啊。阮真意爱你来成做阮的王，成做阮的主。阮真意爱你伫即个中间来设立这段。
互阮每一个人虽然用无共款的背景、无共款的语言、无共款的习惯，甚至是无共款的教制，总是阮拢归向你来向你献出阮的心、阮的罪。主求你，互阮毋是人针对人，总是互阮人三甲夫妻来面对你。主求你，互阮向你，阮来得到赏赐。阮所有的人向你，阮就找到阮的方向。主伫过去的年的中间，阮转用你夫妻，阮弟兄，你用作阮。你互阮伫过去所行的，互阮搁一摆来笑念。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得意不得意，阮拢要伫即个中间搁一摆感谢上帝。主啊，当阮进入2019年，求你互阮思考，阮毋是孤单伫即个世界，总是求你帮助阮思考，阮是伫即个团体中间的一部分。主求你，互阮毋是孤单来面对头前的路，是乃是甲阮的兄弟相牵来看你最大。主愿你伫阮的中间搁一摆做，愿阮众人下落伫你，愿你用听来款待阮，也要亲像阮要用听来款待阮的兄弟。主求你伫阮的中间，搁一摆互阮来笑念你伫过去所示落的恩典。求你搁一摆，互阮来分享，通过阮所有的摆列伫你的面前，互阮的兄弟通欢喜甲快乐。愿向你来献上欢喜甲感谢，愿你的听永永久久刻掉伫阮的心内。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